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好房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敏华，我发现最近天气真的变得好冷，很多人啊洗脸开始用温水啦、热水啦，其实真的要注意洗脸的水温啊，越高，这个皮肤可能就会提前老化。真的会伤害皮肤哦。所以皮肤科就建议喽，如果说要洗脸的话，最好是用凉水。如果说你要用小水来洗的话哦，很容易让皮肤的血管壁变得是没有活力哦。小水应该就是热水了，不过你提到会影响血管壁，我觉得好恐怖哦。这个血管呢，应该就叫做血管。血管就是血管了，你说对了。那其实医生也说了，如果用凉水又怕冷的话呢，建议呢是大概是低于35度的水温是最适合皮肤的，这样子皮肤呢才会有弹性哦。皮肤应该就是指皮肤了吧？如果要告诉大家的是冬天不建议用热水洗脸的话，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寒天清後冇用太少嘅水洗面，寒天清後冇用太少嘅水洗面。今天勾勾公好法告诉大家冬天怎么样洗脸哦。Hello， 敏华，你来了。对啊，慧兰姐要麻烦你了啦，我最近皮肤超级干的。看起来真的很干呢，最近是不是都用热水洗脸啊？因为天气变冷了，所以我都会用手水洗脸。这样子不行哦，因为热水会让我们的皮肤的皮脂膜受伤，所以皮肤就会变得很干燥。那我现在来教一下敏华正确的洗脸方式，我们里面请。好，谢谢。敏华，你试试看，就是要用这样的水温来洗脸，不是洗水，水的温度不能够高于我们的体温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这样的水温。而且我听说呢，如果用手水的话，它也很容易破坏血管的一个弹性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很容易会有皱纹。没错。还要记得，千万不要再用手水洗脸了，你的皮肤真的很干哦。我也觉得。今天教给大家的，尤其是爱美的女生，都要记清楚哦。赶紧帮大家来复习一下，冬天洗脸不要洗热水，热水就叫做小水，热水叫做小水。那你刚刚也提到了，如果用太热的水洗脸的话呢，皮肤就会提前老化哦。皮肤要怎么说呢？皮肤应该要说的是皮肤，皮肤就是皮肤了。那刚刚也提到了，就是说如果用太热的水洗脸的话，脸部的血管壁会失去弹性，会有皱纹哦。血管要怎么讲呢？血管应该要说的是血管，血管就是血管了。那如果要建议大家冬天不建议用太熱的水洗臉，這句話要怎麼講呢？這句話應該要說是寒天清後冇用太少嘅水洗面，寒天清後冇用太少嘅水洗面。今天教給大家的這些，冬天都要記住哦。勾勾公好法，下次見，拜拜。